日同大家分享長東村387尺嘅公屋單位設計案例。長東村係位於東涌嘅新公屋，擁有超過4700個單位。今次介紹嘅係4到5人兩房單位，全屋設計風格咧係原木奶油風。客廳保留翻最大嘅活動空間，靠窗做梳化背景牆同電視櫃木牆板，仲有個儲物獅字櫃。之後廚房門口做櫃包住雪櫃，廚房咧就正常做 L 型櫥櫃加吊櫃。廚廁都係全包設計，廁所做乾濕分區同埋洗手櫃加智能鏡櫃。餐廳呢度個梗房咧就係老人房，房門係隱形門，房間內做4尺油壓床連埋衣櫃書台，都幾實用啦。最後靠窗個房就係主人房啦，同樣設計咗4尺嘅油壓床連埋書台同衣櫃。以自然木質同奶油白色為主色調嘅裝修風格設計，可以營造出自然、溫馨、簡約嘅舒適自在氛圍。更重要嘅係讓小戶型睇起來更顯空間大。今次介紹就到嚟度，大家有裝修需求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